你哪你讲注意较济啊？你家己嘛足爽的，讲到伊哦，即摆是讲头鬃吼，会讲安尼个洗落来，伊个门头足悬的，你知影无？我来靠呀，你是最厉害。你关了嘴。我甲你讲冷气啊，伊今日是头鬃留安尼，伊若毋是留安尼吼，头鬃若个糊起哩，敢若清掉的人。哎，你得是我要讲大家来讲。本来就是啊，你是有够歹看，毋就来讲你。我还佫讲咱两个爽啦。你敢懂嘞？你两个都懂。他在歌星都穿亮片了。你说亮片的鹅黄色的、鲜绿的也就算了。吼，伊敢要跟迄个足无干净、足无净迄阿鲁米迄个剃片，你看。吼，还戴个帽子出来，吼，唔是咧臭大概来穿个衫，敢若一间庙啊走出来，吼。吼，惊死啊！踏出社会，歌厅门口吊一条绳，头鬃扭起来。哦，要笑唔笑？吼，我个人玩。大家呢很激动，后面这特别来宾真大牌。好，食豆包仔小等的哈，好，马上为你介绍出来。那讲的这位呢，歌不但高唱。啊，而且呢，即嘛是安尼，本来就红啦。啊，即嘛是各方面拢足顺心的吼。奇怪，咱一个什么拢顺心哦，人看遮水呢，愈来愈水，一个光芒。哎呦，你讲这位哦，别人是唔敢讲，我就会使证明。但是即嘛看愈顺。较早唔是咧操蛋爽大地，你知影？哎呦，我甲伊共台几来摆，较早咧袂红，做你讲，愈看拢袂顺，即嘛红起来拢愈顺。较早歌星门口都要贴一个照片嘛。哎，有一张想要笑唔笑，要哭唔哭，头上扭起来。要笑唔笑？哎呦，后来看迄上迄像带地也无照三顿甲木哦，迄实在是真无彩。你背平啊安尼，你讲安尼，照三顿要甲木啊？是啥物人才欠木安尼？好，咱来欢迎，来唱一个好听的歌曲，我们欢迎江蕙。啊，这是你啦。真是。你好，我告你好，卖再好唱啦！哦，迄上面迄句哦。My way。哎，卖奇葩无样。伸缩哈很重要。迄人咧唱歌上惊边啊吼，人咧喙足开的时阵，上惊边的人在卖安尼认真咧甲你看，迄唱啊袂顺，你知无？袂顺，你个起码佫会受影响，你应该就知啊。哎呦，害我喙。唔敢闭开，今日叫我看了智慧词了。你刚刚在看香港球赛，已经看了12支长贵哦。为着好听，还咧管遐多。所以讲后摆来唱到这个观音的时阵哦，恁两个哦头爱挖过，好，嘿哦唱落会更较赞。我叫大家注意。我别起来咧，确实无简单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是啊，大家好。欢迎，你好。多谢。哎，顶摆拄我讲到讲这作秀阿辉的时阵，以前真的作秀都要准备一个那个彩色的照片，然后摆出最性感的。讲到这我就想了，以前有一个连续剧啊，一个金斌阿姨，那时候很红，所以一红的话呢，歌一定会请她去作秀。你说，哎呀，我都没做过秀，我也没有照片呢，不行，你要准备一个照片哈，才知道说这一档有谁。好吧。第二天一上档之后，他就拿那个身份证的那欧杯往那存去放大。我有惊过，我敢惊嘞，我惊。太严肃了是吧？那我黑白去彩色嘛，我看伊个黑白啊，我唔敢去洗彩色，伊是讲这动作煞无要做无彩字。是啊，像我较欠的，啊是讲拄好我咧后边，我有听人讲什么爽的代志。哎呦，啊嘛是讲，你讲爽吼，大家拢足爽的啦，毋是跟他我啦，你毋是共款。讲到爽，因两个上爽的时候我都捌看过。但是起码也逛名牌店。哎呦，较早我看到蜜蜂啊，10几年前，中视刚刚一个连续剧要力捧一个新人，还有龙胡子，加喙鬚瓦高嘞。什么人留？你后来用什么剃胡刀刮的？你哦，我抠门啊就多啦，啊眉毛也很粗，汗毛就比较多，有胡子，腿毛也多啊，去龙转毛啊，那是买脱绫的。你哪你讲注意较济，你家己嘛足爽的，讲到伊哦，即摆是讲头鬃吼，会讲安尼个洗落来，伊个门头足悬的，你知影无？我来靠呀，你是最厉害。你关了嘴。我甲你讲冷气啊，伊今日是头鬃留安尼，伊若毋是留安尼吼，头鬃若个糊起哩，敢若清掉的啦。哎，你得是我要讲大家来讲。本来就是啊，你是有够歹看，毋就来讲你。我还佫讲咱两个爽啦。你敢懂嘞？你两个都懂。刚才歌星都穿亮片了。你说亮片的鹅黄色的、鲜绿的也就算了。吼，伊敢要跟迄个足无干净、足无净迄阿鲁米迄个剃片，你看。
吼，还戴个帽子出来，吼，不是咧操蛋，大概来穿个衫，敢若一间庙啊走出来了，吼，惊死啊！踏出社会，歌厅门口吊一张相，头张扭起来，哦，你要笑唔笑？吼，我个人玩你知，搁叫吊到甲红起来啦，吼，是操！我跟你讲，迄阵啊，敢食一张相片，我空空的。啊，讲了过来，今年啊，后来就会想逛名牌店的啦。结果我无骗你呢，我咧认真甲洗出来呢，买迄阵衫倒转互设计师看了，我咧造型讲，好你真高，名牌店内面上素现在都互你叫。哎呦，连入去名牌都无得见到上市。那讲这我马上看你买过。我一个吧。你个叫我残酷，在美国拉斯维加。哦，对。你看这个是名家的店呢，一里面看我来看，啊，你自己挑应该都不会错。我跟一些朋友在旁边看他选。嘛是跟着上怂一样，心中暗自祷告说：拜托卖跟着一样。哎呦，出来跟一只报纸一样，我连这样，你知道，这样灰条，那样灰条，哦，实在是，但是这嘛无搞。你这嘛，你终于今天才讲出来，你不告艺术你是才是，我才，我们也有照片为证。哦，啊，知影迄个穿的，迄灰搞得那咖啡个噗噗哦。敢若铁片咧生鲜，你看到无？啊，你有讲捌迄阵阵那叫人，你一定讲好袂歹，伊才买起来。那个讲袂歹看伊就好，行到都风。真不是真。查甫是无啥改变的，较穿嘛是西装安尼样，头发真的发型会改。以前哪里总剪到什么这样一层的层次，较种丹顶发蜡，伊看到画饼，吼，有影好心路了，给咱连着。画冰山。阿伟今仔来吼，陶杰出来的唱这歌日本歌曲，就唱到有够赞的。真的，还好。一首意犹未尽。今天我们一定要多听江蕙带来一些不同的这个风格的江蕙。好啊，其实我的台语歌很多啊，我也可以唱唱别人的歌，也可以啊。来啦，知影你是台语歌很多，你就除了台语歌之外，还有别的无啦？好不好？国语歌喊你听你唱。国语歌啊？诶。对，讲过国情啊。是啊，这样子好了啦。既然要唱国语歌，今天通通来唱国语歌。阶段的呢？我觉得，因为有一些老歌很久都没有唱，那其实有很多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，其实他们都很想，希望在能够电视上能够听到这些老歌。那我刚刚的那一个公平起见，意思是？意思我是讲头一首，咱先来唱一首较老的老歌。老歌，国语的老歌，哎呀，所以咱年纪就无遐老啦。这款歌是较适合伊唱。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如果是他来唱会好，但是我觉得我也要试看看，我没有唱过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来唱，伊来给你和安尼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搁一首《落花流水》。好，来，中下歌雷好不好？落花流水。像落花随着流水，随着流水飘向人海，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，总觉得缺少一个爱。我早也徘徊，我晚也徘徊在茫茫人海，我历经受尽期盼，亲爱的人儿何在？我像落花随着流水，随着流水飘向人海，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，总觉得缺少一个爱，总觉得缺少一个爱。落花流水，落花流水。那阿姨啊，你唱歌来就轻松嘞。没有，因为因为老歌的感觉哦，怀念老歌感觉上唱起来比较细腻。江蕙有江蕙的味道，我也听过这个歌，蔡琴唱过。我像落花随着流水。不过他唱的很有自信哈。哦，不要放肆。音乐老师在唱歌。
随着流水飘向人海。他那个是低沉的声音，你这种是脆的声音。因为我们两个基本上歌路本来就不太一样，所以我觉得蔡琴这首歌唱得很棒，也还不错。我呢是唱的略差一点，但是还可以听。再强一点啊！我真的真的。几条闹搞的，对吧？啊，那刚刚唱的是怀念老歌，是比较这样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唱的大概就这个阶段呢，我们来选一首大概在凤飞飞时期的。凤飞飞。我聆听的时阵呐。凤飞飞。哦，所以他那些歌有够多。对，那时候的歌呢，跟刚刚那首歌的感觉又不同了。尤其是由这个凤飞飞来唱啊，那个气质啊，不是气质啦，那韵味啦，也那种流行一款派的。对对对，那个流派那个样子。那个音乐已经喵喵那个根本没听你。你好，凤飞飞的歌啊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的歌真的很好听啊。那我选一首在电视上比较难听到的《温暖的秋天》。哦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也是高技巧，中间也是高音的。哎，这首歌是真的不好唱。哎，温暖秋天。就能表达他这个唱的厉害的这个功夫的地方。哎，快把赶回来诠释这个歌。试看看，好来，麻烦老师讲《温暖的秋天》。刚刚唱的是属于流派型的，哎呦，也是转得很厉害。我刚没有看你哦，我都不敢看哦。哦，不是在唱，那是歌啊，真搞唱了，叫咱这刮风刮雨要活来就要创啥？来照来照。没有，因为其实这是他们以前所唱过的样子，那我就学着他们怎么唱。哎呦，你哦，你看这歌高琴而已。等下我好胖了，你这。我能我厉害。我看人家胖过来，拉个头，拉个背起来。哎，讲到这吼，你其实你唱歌的时候，每一个其实不是每一个字都适合这样子转。啊，你们怎么样？那你这高凳，这高迄度啊，这边没高安尼是安怎？哦，在这里在清高费玉清。哎，你多高凳嘞？小加一个哈。其实像他唱流派的歌曲，其实费玉清也唱得非常好。哦。查甫的气个无同款。嗯哼。中，你们唱一个。中，好不好？中，再高一点。纵然在秋天里。好，你看，只要我们两心不变，纵然在秋天里也有春暖，任秋风吹落叶飘，真情建立在秋天。心情不哈，所以啊你，那你女生的声音比较厉啊，你的声给她听一个多啊，就来响一下。啊，我该瞪伊，还是该瞪了。哦，瞪得特别干净，真的。哎呦，真的吗？有意思，有意思。没事，我那边还去听一个。啊！我等下我唱一段，那段爱加掉。我感觉比袂过。袂使。那真搞笑啦！你叫人饭我拢叫人弄啊一气。你两个继续唱。瓜段都大病了。哦，你两个讲就到底，我才就是要走的呀。所以这个是技巧嘛，因为他们有分哪一派哪一派，那我觉得他们那时候的那一派，我觉得很好听。我就欣赏人家会晓唱歌吼啊。哎，讲了我刚刚不要唱，我嘛是要唱吼，而且经常讲吼，你的技巧是真的是，这个是我们真的买不到的，再怎么样要很多功夫去学的，所以讲吼，好好唱歌啦。小南讲了叫我才想到，你看你做妈妈戏做得就好了，对啊，他也牺牲形象，妆都化的几乎没有化，但是麻烦我比人更较注意，就是你那个调整型也要放低一点。哎呦，后来做阿嬷我身材还好。你慢慢讲第2春、第5春嘛，计会出来。你较注意的，那大条注意细条。我是来互你气噶。不可能是表演的工作嘛对啦。你讲安尼，就明明就穿旗袍，穿旗袍一定要有迄个线条。你也在个绑较穿到背啊，有时候因为旗袍希望它线条好，所以当然真的有时候我真的有时候会稍微那种魔术的那种内容。演到后来那个演员呐，匡明姐他们跟我演，阿母啊，你今仔穿魔术的吼，今仔大家怎样穿？这有一天吼，我就袂给你穿哦，穿普通。好，你今天好没有魔术哦，差很多。连 A 玩的过来出来。我天啊！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将会来到节目中。